到今年为止，国军已经发生至少5件重大的意外，有15位军官来死亡，那严重打击到国军的士气，嘛，互15位美满的家庭来气角。在今年1月，乌用直升机失事，载落去新北含宜兰的交界，经过搜救人员抢救，甲5个人救出来。不过参谋总长沈一鸣拢总8个人死去，这件严重国军的意外，互家属心真痛。务必详细的检整装备，维持妥善率。时间过6个月，就伫咧举办联合反登陆演练的时阵，有树林船丙船，互3个人死去。是我们国军最优秀的战士，而且都相当的资深，我们格外感觉到心疼。不管敢唔敢，亲人离开因就是事实。2礼拜后的汉光36号演习。阁有一架直升机载落空军新竹基地，互陆军航特部赶认专，阁有高嘉良驾驶2个人死去，国军的意外一直传出来。10月8号，一台金门战车伫咧路的，敢若是落架时阵无细力去搞着电线，载落去田内底着火，嘛互1个人死去。白白那一块，白白那一块。9月29号，一台战机摔落海内底，互空军1个人死去。敢若今年就已经有5件重大伤亡，互15个人死去。即马毋难找出发生事故的原因，嘛要甲家属斗相共处理后事。另外，要好好检讨这其中到底是出什么问题。